去年開始的破獲現金1萬塊呢，是當領到今年的4月底。也毋過高雄警方又擱抓到一個詐騙集團，伊是騙人講這1萬已經互偷領去，要求民眾就愛提供口罩，結果煞有人互拐370萬去。目前包括着這姓楊楊的這個主嫌在內，攏總是有8個人已經移送笈仔頭地檢署偵辦。這個是客人用完的黑莓卡。看到警察找上門，詐騙集團的嫌犯一項一項甲物件來源交代清楚。高雄警方對去年11月開始，就小刷接到有不法分子利用政府普發1萬的名義來詐騙，其中一件是用老步數，先假做郵局的人敲電話通知民眾1萬互偷領去，落尾就換假警察甲檢察官來通知口罩凍結，愛民眾提供小哥也是金融卡，尾手錢就互領了了。警方表示，高雄地區至少有3名受害者。那其中一名最高的詐欺的金額是376萬左右。那他被詐騙的名義一樣是相同，就是有電話不明的電話打來說，他的普發現金的1萬可能被其他人領走了。其中一位民眾為着1萬塊，落尾煞互拐走370多萬。警方追查發現，姓楊的主嫌佇咧網絡平台看廣告，以一個問過4000塊的價錢去甲人買電話卡，甚至佫甲腦筋動到外1億元的身上，出關價去買進台灣的電話卡。警方表示，甲電話卡賣人做歹代志嘛是共犯，包括姓楊的主嫌在內，也佫有外1億元甲學生，攏總8個人攏按照加重詐欺罪嫌，移送笈仔頭地檢署偵辦。要以人頭的門號來躲避這個追查，所以他可能會去跟這些剛進來的這些移工或者是學生，就是境外的學生來購買這些SIM卡。笈仔頭地檢署表示，姓楊的主嫌因為涉嫌重大，已經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核准。警方強調，普發1萬領到4月底，公部門絕對袂用電話愛民眾提供口罩、小哥也是轉銷。民眾若是接到可疑電話，一定要先卡165查證，唔通戇戇啊照做。記者柯家族邱朝陽高雄場報道。